琴日係端午節，城巴特別路線73S 今日提供服務，由赤柱前往海洋公園，派出前新巴 Enviro 500mmC 行走。城巴73S 於5月31日，即端午節提供服務，收費15個1，於下午4時半由赤柱村開出。開車前15分鐘已經有超過30人等候上車，排頭位嘅人喺朝頭早9點已經排緊隊。城巴派出前新巴 Enviro 500mmC Facelift 11.3米行走，車隊編號4080，車牌 UU8961。巴士電牌被設為73S 牌之後，有巴士迷衝出馬路拍攝。下層有行記塞着上車通道，上層有9機拍攝。巴士到達海洋公園總站後，有巴士迷立刻跑出馬路拍攝巴士。之後巴士離開海洋公園總站，一大班巴士迷立刻衝過去拍照。城巴73S 每年都會有大量巴士迷乘搭或拍攝。上一年73S 車上有魚蛋頭，而今年沒有，所以今年比上年較平靜。